利众生，不胜功诸佛，何况勤精进，利乐诸有情。那我们在很多佛经里面的有些功德的对比，当中都是有讲，如果是说一个人为了所有一切众生发了一次心，就是一个刹那的一个时间当中，为所有一切众生从内心里面做过一次发菩提心的，就是愿菩提心的这样的一个念头的话，他的功德来说的话，就是供养过一切诸佛菩萨。一切诸佛菩萨什么？所有过去的，所有现在的，所有未来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我们就是用各种珍贵殊胜的供品来供养过一次一切诸佛菩萨的功德，那我们想一想，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殊胜了，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就是我们以我们自己的我们作为一个人，一个人的平常的一个心态来看，今天我们如果是供养10万个出家众，我们供养一天的他们的所有的饮食跟这样一个做一次供养的话，那有没有人做到这样10万个？那当然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做到这样的人有，但是我们有没有做到？那我们自己想一想有没有做到。如果我有做到的，我会有多开心，而且是我们都会觉得这是多么殊胜的一个功德。如果是100万或者100万人，也可以说是这里面包括了出家众也在家众，我们就是供养100万的人供一天的饮食。那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会不会觉得太殊胜了，他就是大功德主大菩萨，会不会这样说？但是从一种功德主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么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用最殊胜的供品来供养，他的功德和发一次菩提心的功德，这2个比较起来的话，还是发一次菩提心的功德是胜过了供一切诸佛菩萨的功德。那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要知道他的功德是多么殊胜。那我们如果是要做一切诸佛菩萨供养一次，那个我们能做得到吗？我们是不是这个是我们的能力范围？不要说是一切诸佛菩萨，今天地球上的这个我们人世界的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人，或者是可以说是所有的出家众，我们能不能够可以做到一次供养？没有办法嘛，对不对？没有这个能力嘛，也没有这个福报嘛，对不对？但是比这个更大的一个功德我们可以做是什么？发菩提心愿菩提心，行菩提心，这我们可以做得到吗？对不对？对。我们如果再贫穷也没有关系，如果再不健康也没有关系，如果再没有时间也可以我们只是一个这样的发一个这样的心，这不是一个假装的，真正的内心里面有了感受的一个发愿，这样的一个发愿的功德，它是多么殊胜所以我们把有这么殊胜的一个方法放在那里，所有的我们大乘佛教的一个修行者来说的话，那我们去忙一些其他的事情，那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嘛。所以我们要学习佛法是为什么要学习？要知道什么方法才是最为殊胜，而且适合我们可以做的，什么方法才是真正的我们要去学习的，要我们去进行的。那这个功德为什么我们能够可以相信有这么大的功德？因为这都是佛所的，
所以这也并不是谁想出来的，也并不是说谁去研究了，然后就是最后决定有这个。那这个就是佛陀研究出来的，佛陀在了悟的时候都看到的所以呢，就是他有说出来，有很多佛经，那我们可以去现在学习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殊胜的功德所以我们为了所有一切众生，我们发菩提心，以菩提心的修持的话，那么他的功德就是无量无边的无数的功德，这个就是根本就不用讲他是有多么的功德这些。所以我们要知道修持菩提心的重要性。众生欲除苦，奈何苦更增？愚人虽求乐，毁乐如灭土那么这个方面来说到，就是很多众生本身就是这个样子的，无论是什么样子的众生，都会想到自己要快乐也断除一切的痛苦那么就像我们人来说到也是没有一个人不会想自己快乐如果是今天我们想到一个说那些疯子或者那些傻子，或者是那个精神病的那些人，他们肯定也不会想到自己要快乐。那这个我们就会在从表面上看起来可以这样想，但是这种人也是一样，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都是会有一个为我自己的想法要为自己快乐，为自己要脱离痛苦，这是肯定有的。但是他的这个状态不同，每一个人的认知的所谓的快乐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平常都是要知道，我们自己要快乐，自己要圆满自己要幸福都不会想自己要痛苦，继续痛苦，自己不要快乐，谁都不会这样去想。但是这个方式是我们自己不懂，自己不懂这些方式的时候呢，要不要继续努力去学习？那我们要去看谁真正的得到这种脱离一切痛苦，获得一切幸福，这不是没有对比的一个对境，有很多可以对比的对境。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修行人就有成就的这些在一生当中在山上闭关的，或者是修持成就能够可以在度化很多众生的，然后我们都认为能够可以成为菩萨的这些来说的话，那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眼前看到的对比，然后我们知道的佛陀以及一切诸佛一切菩萨，就像观音菩萨，那我们可以直接对比的对境。他们为什么得到的呢？那当然要知道，这些所有的诸佛菩萨也是当初也是众生，他们也是轮回过，也是一样的痛苦过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当初在地狱当中的时候，他也是很痛苦的，就是他就忍不下去，然后但也是从这个里面就是第一次有一个这么一个为他人的发愿，就从地狱当中解脱的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吗？如同这样的所有的诸佛菩萨也是有轮回过除了普贤王如来以外，所有的诸佛一切菩萨都是也在轮回过，轮回当中的话那都是一样的，就是轮回的众生。现在我们很多人说我怎么不幸福我家庭不幸福什么感情不顺利不健康等等，很多都会想到自己说我为什么其实一切众生都是痛苦都有这种烦恼跟这种不圆满的事情，不光是你一个人也一样，所有的人只要是来到了人间，就是有很多非常多的不圆满的事情。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不光是我一个人痛苦，原因在哪里？就像在这里所讲的，我们想要得到的是快乐跟幸福，但是我们带来的我们去努力的做的事情，
没有跟观音菩萨学习，也没有跟释迦牟尼佛学习，没有发菩提心，没有为他人发心，都是为自己造业，一直不断的因贪嗔痴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在造业，所以带来的都是痛苦跟不幸福不圆满。